头端咱听到的是气象署针对早起的地动上新的说明，这是伫早起7:58，大家在上班上课准备要出门的这个时间，咱台湾发生强烈的地动，地动是发生伫花莲，规模有7.2这么大，是海超过每1分钟。上大震度伫花莲的和平有6强，而且呢，地动即届地动了后，佫发生几若届的地动尾。目前台北捷运、机场捷运、高铁、台铁拢已经暂时停止营运。较害的是，即马伫花莲市北边街有一栋50楼的大楼受即阵地动的影响，伫第一时间规栋大楼全会起去。咱来看上新的画面。咱来看这个画面顶头，会当看到这是伫花莲市区这栋50楼的建筑物。这1楼因为这条啊断去了后，规栋大楼因为地动全规个起去。目前知影讲伫3楼一个阿伯有走出来，也毋过唔知影讲内底还佫有偌济人掉伫内面。有人看到讲这个阿伯走出来，阿伯讲伊是住伫3楼。另外呢，这阵地动目前伫台北捷运、机场捷运，拢因为地动发生了后，就随停驶啊。按算会先停1点钟，会先来检查这铁基路敢有受损害。这届地动是咱全台湾拢有感觉到，拢有感受。另外，伫高雄捷运的部分，即马目前高雄捷运嘛已经停驶。这个地动的强度和9.1大地动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呢，后续有可能亲像头拄啊专家讲的，会阁发生几若阵地动尾，乡亲就要特别注意。咱来看，就伫7:58发生大地动了后，随伫8:11的时就发生地动尾。对中央气象署地动报告会当看到讲，这是伫7:58大地动了后，伫8:11随阁发生大地动。这届的地动是伫花莲县政府北北东方12.7公里的所在，是伫花莲的近海。这届地动的深度是搁较浅，有敢若5.5公里尔，而且地动尾的规模嘛是真大，有6.5。若是这届地动尾的上大震度是伫花莲的太鲁阁有5强，也若伫花莲市是5弱。另外伫宜兰、南投、台中，还有台东、新北、彰化、云林，会当讲是全台湾真侪所在，拢有感觉到即届地动，分别是3级至4级。